为加入某节目当导师，汪峰梅开二度，变成热门人物。日前，汪峰携带大女儿7岁的小苹果到节目录制现场，被网友拍照并上传至网络。随之，汪峰的情史、婚史也被曝光，老少配加上未婚生女，令人们了解到汪峰的性情一面。其实，汪峰走红前有过一段婚姻，是主持人齐丹，但婚姻不到1年。在这之后，汪峰与嫩模葛慧杰相识是在2004年，葛慧杰此时17岁，却已经在北京漂泊了3年。汪峰比他大16岁。2005年，18岁的葛慧杰为了汪峰的心愿，为其生下一女，怕影响事业，两人未婚，也没报户口。不过后来汪峰发现葛慧杰贪玩任性，不懂做贤妻良母，提出了分手，而女儿小苹果也一直由汪峰抚养。直到小苹果要上小学时，汪峰才为女儿报户口，但也因为此事而疑似与葛慧杰反目，甚至在网上对骂。目前汪峰共育有2女，至于小女儿及其第2任太太的消息，汪峰闭口不谈，并表示小苹果被曝光，我已经很后悔，现在什么也不能说。现在汪峰未婚生女的消息，想必又给他的婚姻生活填上了浓重的一笔。